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我阿明哥刘浩明发有收看福起来。也今年屏东县政府办的几度的大型的活动，譬如讲我哋台湾灯会啦，我哋三太二的音乐节啦，还有我哋超级男的设计展。一到艺术的活动地方吼，做了几多的风风火火。可是也今年啦吼，几多年轻人希望比方说态度师之类的工作，几多人的屏东去发展伊的艺术相关的伊的产业。所以我哋今日邀請到嘅來賓，都係一堆公學，伊哋都去把伊哋嘅態度師嘅工作，比方係以後幾多人的屏東。去發展伊的藝術的伊的工作室，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我哋姊妹來到來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高雄的楊子敏。還有一位先生，我哋呢剛來到來現場。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萬丹的陳冠安。我想問一下吼，其實也幾年啦吼，其實屏東辦的幾多嘅大型的活動嘛，對人來講，一定係學藝術的。我相信也譬如講，也幾年嚟講，超級難設計展，吼，應該對人來講都最直接係感受到講，我哋也幾年屏東的轉變啦吼。這個本地能量法本地學習嘅內容係乜嘢？對於我哋姊妹開始講，這個學習嘅專業係乜嘢？我從東方畢業之後，我就是轉念那個幼兒美術，因為我想要從事，就是我對小朋友的一些手作比較有興趣，所以我就是做了一些，就是讀了一些幼兒美術，所以我之後是去念美和，畢業之後我去念美和幼保系，對，那之後我就是在做那個種子老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種子老師是什麼？就是種子老師，就是像比如說他就是各個幼稚園，他可能需要美術的老師，然後我們就會一個像一個，他們是像一個公司這樣，然後他就會派很多不一樣的老師去，他們就是可能他會盡量離你近一點的地方，然後就是派我們去上課。那我就是主要是上幼兒美術的部分，就是有平面的，然後也有立體的作品這樣子。那之後就又姐姐就是需要，她想要開童裝店，那所以我們又在開童裝店，但是我一樣就是還是就是在一邊開店的當中，我還是都是一直有在教小朋友做黏土這樣子，因為我覺得在這一塊領域裡面，我還是最喜歡黏土，所以我就還是就是專職做黏土。那之後結婚了以後，我就專心在開工作室，還有跑一些學校的案子這樣子。咁你這個嘅時間睇東方嘅時間，讀嘅係乜嘅內容？美術工藝系。美術工藝系。我就對人講，你這個本地嘅大學嘅專業係美術工藝嘛，嚇。係啦，但是你要過考教生人嚟，嗰時要學用嘅教生人嚟，幼兒嘅教學嘅部分啦，都等於把美術工藝教學我哋嘅生人嘅嗰種教學嘅一種能力，就變成更加其實係以生人嘅為基礎的一種原來的一種教育。對，但是我其實工作室也有教大人，就是其實我是從3歲以上到就是不限年紀啊，因為黏土其實它要很簡單，有很簡單的，要很複雜，有很複雜的。咁講來呢，你這個本地係學乜嘅呀？我也是學美術設計的。美術設計。對，我們在東方都是讀美術工藝系。對。可是美術工藝跟工藝設計它本身是兩個同樣的東西嗎？其實它在某種程度上面性質是一樣，只是說如果要細分的話，我們在東方學的美術工藝，它比較像是傳統的美術，是打底用，比如說水彩、素描、油畫，比較平面類。當然，一些手作的工藝課程稍微有，但是帶到。那我後來去台藝大，它是算是比較深入的，就是完全的手作，工藝就是比較偏向手作，比如陶藝、木工，然後金工跟漆藝這樣子。對。因為我哋講，人家喺屏東是有開一啲店嘅嘛，哈，一定要金屬同鹽奶，然後一定要有金屬。咁我有按嘅兩個冇強嘅分片哦。我們一開始創立我們的工作室，其實是金屬與黏土工作室，那是因為我們想說，就是都在同一個地方，那就乾脆先創立一個粉絲專業就好了，對，就一起經營一個這樣就好了。但是後來，是從我太太生的時候，然後我又自己創了一個金屬工作室，
那是因为我觉得说一开始我们一直在粉丝页在发一些文章的时候，我们的客群其实蛮不一样的。我太太那边是比较主攻于幼儿跟那个妇女，对对对。那但我这边的市场其实蛮明显的，其实就是一些长辈会喝茶的长辈，然后跟一些茶艺跟陶艺的工作者。所以我后来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交叉发文，感觉就是我这边的力道没那么强，所以我后来才又自己独立出来开自己的粉丝页这样子。因为讲起艺术的工作啊，大部分人认为讲其实艺术工作提个态度是真的地方，其实佫好深。当初我想说要归来评论开要安尼艺术工作的工作室咯。当初其实我在台艺大念书，快毕业的时候，毕业时候有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台北珠宝公司这样子。但是在那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有论及婚嫁的问题，那我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回屏东。对，那在我们百般的一直讨论之后，后来是我们先回屏东，因为我太太对北部的环境生活环境没那么喜欢啦。对，那但是我又好不容易在北部已经也是那个就是熟悉的这样子，所以我蛮挣扎的。但是后来就是一直讨论，然后是我们回来因为回来屏东真的要找工作蛮困难，我们这一方面的对工作性质，那我们说我们回来就直接就先整理房子，就直接开工作室，不然这样子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创业。但是问题是讲要开工作室的意思，就讲你这个本地如果有一些固定的人项目，如果你这个你这个工作已经在外面可以，他个人定去做某个东西，可是而家迄个屏东的话，伊嘛可以去对屏东的请。咁你这时间在开工作室的时间，你敢有安尼种的人项的来源？其实我们开工作室算是草创时期，其实我还没有对外有做修复的这个区块，是因为我其实珠宝公司的老板人也还蛮好的，他知道我要回来，但是他也怕我不稳定，所以他先跟我远距离的远端的合作。比如说我帮公司那边做一些案件，然后我们再因为现在宅配也很方便，货运对，那我们就再寄上去给他这样交件，那就维持了有一段时间，然后他帮我度过一些草创时期。那在这当中，我在跟公司的合作当中也是很努力的在做我自己修复的这一块，然后因为我当初在台北做都是帮我的老师做，那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在回屏东的这1年当中就开始慢慢有做一些修复这样子。刚好我问姊妹呢，可是也团业的其实你这个一次在屏东嘛哈，也是在屏东。咁你这个有发现到讲，其实也今年屏东，其实尤其喺我哋咧艺术啦，哈，无论我哋工艺上面，其实有几多嘅无强嘅偏化嘛？有感觉到安尼东西吗？当然，我觉得在就是可能就是办了很多艺术展那些，但是屏东其实毕竟真的，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比较少，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人数真的是也没那么多，所以当然我在上这些课的时候，跟北部人数一定是有差的，因为我听朋友讲他们在北部随便一开就是可能就爆满，那在这边可能很便宜，但是还是都需要招生，需要打广告的，对。係啦，冇錯，其實都真係講，對於藝術一塊啊，藝術啦、工藝一塊東西，其實喺屏東其實應該講，我哋點樣鐵舊嘅，而家咪係慢慢地發展好了。然後一方面講，他個人可能吧，唔係有一啲想法，我哋學做人嚟啦，冇得學做我哋嘅工藝一部分。咁能更加貴到落下以後，到更加為止，唔等咧生理有個問題冇？關了，你這個生理有個問題冇？目前有比草創時候好，因為在這當中呢，有一些媒體的，因為我在去
去年的时候有开了一场，屏东县政府有帮我办了一场个展，然后在这个个展当中有被媒体看到，对，因为我们这一个修复其实蛮冷门的，也蛮特别的，所以有吸引到一些媒体跟一些民众。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粉丝页这边经营，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在屏东还好，是因为我们可以靠网络。对，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区块做屏东的修复，屏东的客人啊不多，其实都是来自台湾各地这样子，所以有网络在帮助我们，其实是还不错，还 OK。对，然后有跟政府也有合作了一些，比如说公益上面的手作体验跟一些展览。对，所以有比较慢慢在上轨道，但是还是需要努力。甲自问哦，你这个迄年来的考上地步，已经甲学生的，你头先讲，大部分落去4年的团副演噶嘛吼，啊，甲摕个财务成绩片有够好吗？还 OK， 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都是比较偏向于假日班比较多，因为可能平常的时间大家都要补习啊，做别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毕竟学生如果要学这些，真的是也要有时间呐，所以他们平常下课后可能就去补一些学科了，所以就尽量就是在假日班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假日班的学生就是还蛮固定的，就是早上下午他们都会有时间就会过来上课这样子。因为头先有讲嘛，有嗰種副營假，個副營假伊學係哪個睇用係哪個時間咯？平常日那個就變成是預約，或者是他有的小朋友是在學齡前嘛，因為我3歲以前就有收了，所以就是3歲、3、4歲的小朋友，他們可能就小朋友過來上啊，媽媽也喜歡，媽媽就找時間就是跟小朋友一起來上，或者是他們小朋友去讀書了，就趕快跑過來上課一下，這樣子。就變成講有啲我能講嗰閒嘅時間，如果要學嚴來嘅工作啦。我哋個鼓勵我哋年輕人鼓勵我哋嘅故鄉，但是其實年輕人鼓勵故鄉地步，也可以有幾多能力，讓佢哋故鄉地步起航來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嗰啲睇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所以節目我哋來賓子明同我哋講啦，能量廣播係對台都市鎮嘅鼓勵嚟屏東嚟開設我哋咧公益嘅工作室嘅能量廣播，伊同我哋講伊哋很用去開設下嘅工作室咧。我想問一下冠安哈，其實你剛剛有提到一個叫器物修復這個東西，是這個是跟我們傳統認為就是說是修理東西那個東西的概念是一樣的嗎？修理東西其實有。它的定義很廣泛，但是我是比較 focus 在器物的上面。什麼樣的器物？器物我這邊大概規範的話就是器皿類。器皿類，對，東西都比較屬於小件，但是大件的當然也有，比如說有到琵琶，對，樂器的琵琶，還有燈罩。但是比如說會修這一些的客人都是比較偏向於，比如說是古物商，還是說他們是工作者，陶藝工作者，對，因為他們有一些在這個過程當中燒壞的，還是說一點點小瑕疵的，會透過我們的修復，再讓它變成加分的效果。對對對，我想一般人大概會接觸到，那可能比較常見到，就是說，比如說古畫的修復啦，是，我們或者是說現在比較常見，就是說我們一些古的建築物的一些修復啊，什麼之類的。可是我們很少看到所謂的器物修復的一個類型。那你剛剛有提到說，幾乎是器皿類的東西。那譬如說，我們今天在現場有看到是一些茶壺啊什麼之類的。那應該這麼說好了，我們其實一般看到就是可能就缺一個角啊或什麼之類的，可是這樣子的話，你要怎麼去修復它呢？那其實這個修復其實是利用天然漆，他們有2套的系統。對，那中國這邊的系統是菊瓷，對，然後菊瓷的話，它大概是用金屬在做修復。那日本的話，它是金扇，對。那金扇的話，它是屬於天然漆的範疇。那這2種系統其實到我們現在這邊啊，就是把它做結合。對，沒有說一定是要菊瓷還是做金扇。那我們是
就是这2种技法融会贯通之后，我就会判别器物的特色本身的特色，然后它应该是在这边是要用矩尺还是要用金扇、漆扇，其实应该是说漆扇，对，然后就有点像外科医生在做判断这样子，然后再拿哪一些材料来帮他做修复这样子。但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生漆嘛，就是我们的漆扇那部分用天然漆的方式。什么是天然漆啊？因为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没有遇过这种东西。是，我们大概最常听到的应该是油漆、水泥漆，对，那这一些漆都属于是化学漆。那所谓的天然漆，其实是从漆树，有一种树它是叫漆树，那漆树上面我们会取它的乳汁，会在漆树上面割一个 V 字，然后在 V 字的底端砍入一个贝壳，然后会接住那个漆汁，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漆液。然后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杂质，所以我们会去过滤这个杂质，然后它就会变成生漆，对，这个就是属于是天然漆。如等于讲也要漆还最天然的一种漆啦哈，但是这样子的漆，它平常会用在什么样的修复上面呢？天然漆它的修复，其实在古时候早就有。他们因为天然漆为什么有它的珍贵的价值，是因为它防腐、防水，然后又耐强、耐酸、耐碱，所以它的作用性很大。所以一般他们皇室贵族他们会做比较精致的，他们会用在一些他们也是器具上面做修图。那譬如说好了，你今天拿到一个东西拿到你手上的话，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会用天然漆去做修复？如果是在修复上面的话，我没有说一定是用金属或者是用天然漆，纯粹就是因为在接锁上面，其实如果要修复的话，跟天然漆比较离不开关系，因为天然漆它作用很大，就如一些碗盘啊还是茶壶，它破碎后。光在接着上面，天然漆会比金属来的比较搭，做修复的话会比较合。那金属方面来讲的话，算是后加工。比如说在完全修复好之后，在茶壶上面它有一个包口，还是说在刻上的地方做最后的一道强化，让它变得比较坚固。所以金属跟天然漆它的作用还是顺序不太一样。我等于讲，你用天然漆的一个时间，你讲刚刚前面硬可能要加一些无香用的东西，不用迄个时间，伊等于如推进来的，更加我用的那种染膏用的啦。但是用天然漆的把它过天然，但是用了以后，伊可能把它用配的东西一起保护了。像你今天带了那么多的一个茶壶啊什么之类的，那像你现在手上这个，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其实就这个茶壶来说的话，你是怎么去修复它，以及它上面用的工艺的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好吗？是，这一件是上个月才刚修复好的。那这个是一位茶艺师的茶壶吼，那其实他一开始送来之后还受伤的蛮严重的，因为在这个花瓣的地方，它其实这一块已经完全不见了，还有它的壶盖刻伤的也蛮严重的。现在是看不到它刻伤的地方，但是其实它里面都是先靠用天然漆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调的一些天然漆的材料，修补材料会先把它修补到完整，然后再用金属再把它包起来。对，那这个花瓣的地方呢，我利用的是我们有一个蜡雕技术。我在珠宝公司那时候，其实学校就有，他们有一个蜡雕。那蜡雕我们一般会做的，就比如说是饰品类，我们就会透过蜡雕去雕刻，然后再送铸造厂，然后再把它给翻模，然后再把它给那个粘着上去这样子。可是你等于讲，从也要茶工的地步，你用的几道无去用的技术去长也要茶壶的嘛哈？那你当初怎么会接触这样所谓的器物修复的一个技术呢？其实有一段因缘。我去台艺大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就把工作辞掉。那在台艺大那时候，我就没有工作了。那我算是读假日进修班，就5、6日这样子。然后1到4没有课。那我在那时候在学校里面遇到我的金属工艺的老师，对，陈高登老师。那在那段时间，他刚好他自己外面的工作室也有缺人，缺助理。
那他就问我，因为他是我的老师，他就问我说，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去他那边打工？我想说，这样子刚好不错，因为我想说我已经从屏东来到台北，我不想要再去做一些打一些工这样子，我想要做一些跟学校有关系的东西。那我刚好去老师那边，因为我就工艺的底子我没有很稳，那我就去老师那边就是练金属工艺。对，在那边做精工，然后他就一方面开始慢慢教我做修复这样子。好，嗰時如果你慢慢如學識嘅東西，能夠修復嘅一些技術啦哈。但是問題是，其實因為現在對很多人來說，很多器物壞掉了，他可能就拿去丟掉了。所以說，其實會留下來，覺得要花一筆錢，哈，甚至說找一個專家去把它修復的那些器物，其實相對起來，它可能大概就是第一個價格很高。好，第二個可能是他對這樣的器物是有一個感情的，好，他才會用修復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但修到現在來說的話，有沒有什麼樣的東西，或者是怎樣的顧客，或者什麼樣的東西，其實對你來說是很印象很深刻的呢？印象很深刻的，其實有一位，其實他現在已經住在美國的客人，但是他不是他找到我，是他透過他的侄子，因為他侄子還在台灣。那又剛好在屏東，對，然後他那時候他的侄子找到我的工作室，然後就跟我講說他舅舅有東西想要修。那後來去了解之後是，為什麼舅舅要修這些器物？是因為他媽媽已經不在了，那他想要把這些器物修一修之後，趁着有回來台灣的時候，再把它帶回到美國去。所以說，就像我頭講啦，哈，其實有啲東西唔係講本地都貴貴嘅東西，哈，真係說尋唔到天嘅。天嘅呢個有東西對來講係一啲有經驗性的價值的東西，然後像我講，有啲東西拿來漲。那麼呢，你在修的過程裡面，譬如說好了，我們今天看我們就以剛剛那個茶壺來說好了，那現在看起來它的茶壺的旁邊就是一個金屬色，是有沒有人會對於說啊，你結果你修出來之後，我覺得不滿意，或者是說我希望你怎麼樣子修，就是他主導性很強的一種顧客呢？了解，這個事情目前還沒有發生，因為我通常在修復之前，我會如果比較困難的修復，我會先畫設計圖跟客人溝通得很清楚。那如果一些比較簡易的修復，他通常會找到我，是因為他看到我在網絡上面放到的那一些作品，他是因為透過作品，他覺得他覺得我這樣的的裝飾，最後給器物的一個新的生命，他覺得他喜歡，他才會找我。所以通常我們在跟他解釋的這一些過程當中，他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所以他才會來找我。對，而且其實講，以為來尋的時候，其實以太弱路係希望講有啲東西其實可以漲好，對來講，這個東西就可以重要的。那今天你也帶了其他的一個茶壺嗎？是不是跟我們介紹一下？譬如說，在那幾個茶壺裡面，你特別用了什麼樣子的一種技法啦，或者是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殊的一個展現？是今天帶到現場的一些茶壺，其實他們的修復的部位都不一樣。那比如說那一隻大的茶壺，它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我在學校畢業之後，又有去跟了一位金屬雕刻師簡正正老師去修金屬雕刻的工藝。對，那我就把我所學的工藝，然後自己內化之後，覺得器物可以用在什麼，這些工藝的一些技法可以用在茶壺的哪一些身上，我再把它用上去這樣。所以前面那隻大茶壺，它是透過雕刻，是我覺得這個是它裡面的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地方。那其他的，比如說還有壺把斷掉的，然後跟壺嘴修理的，然後以及最前面那一隻白色的茶壺，就是其實那個就是我們常常聽的菊瓷，因為菊瓷的由來就是透過一個釘子扣住它的瓷器，所以它叫菊，對，一個金一個有舉的菊瓷。對，那其實台灣早期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就有，那菊瓷他們就是在沿途叫賣，有點像賣冰淇淋這樣子，對，然後就是沿途在叫賣，然後就包回啊、包店啊這一些，對對對。那菊瓷其實它又有分兩種，一個叫做行火，一個叫淡火。行火的話，它的修復都是比較大件、比較粗糙的作品，比如說鍋碗瓢盆那一些，它是比較粗糙的。那個行淡火的話，它是比如說比較精緻的，像我們這些器物，它都是比較精巧型的。所以在
清朝太平盛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有在玩这一些工艺。可是其实有一些年纪啊，咱观众朋友可能晚些时候看过人家的张弯啦、张飞啊的一种技术，但是这技术其实新的年代地方已经发展出无穷的一种技术了哦。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哋买个多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的来宾关南同人讲，马上到希望修复，还有一个工作的内容。我想请问一下关南啊，那你接了这么多案子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或者是说你觉得做起来很心惊胆战的一个工作啊？其实修复它本身很多一些器物的条件就已经不是很好，所以在很多的时候修复的过程其实是真的蛮心惊胆战的。甚至手会发抖，因为就拿锯齿来讲好了，因为锯齿它是透过一支钉子扣在瓷器上面，所以要怎么让钉子扣在瓷器上面，我们是透过一个钻石磨头打在瓷器上面。那其实它已经条件不好了，那你要再从上面给它打下去的话，它很容易就，比如说如果它胎体太薄，它就破掉了。还是说它本来就已经裂得很严重了，暗裂很严重，你如果肉眼有可能没看到，但是你如果没有研究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在打下去的时候，它就整个会，你在敲的时候，因为锯齿它需要敲，把它给扣住，把钉子给扣进去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有发生过几件，真的是一开始不知道它会坏得这么严重。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茶海，他那个拿手电筒的时候啊，去照它，它那个是会透光，已经薄到会透光，就如蛋壳那么薄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钻的时候，你真的是手会发抖，所以要就是深呼吸一下。对，那但是真的是我打了将近有10钉，然后最后有破了1个孔，但是我们还是得要帮物主给复原回来，因为他是希望说他修复完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就是从里面再下手，我是用补习的方式，再把它从内往外填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一只铁壶很大吧，我还有特别去称重，光那只铁壶装水，不是铁壶是陶壶，然后它去装水就已经快1.5公斤重，就很重。但是那个物主他的那一只陶壶，它破在哪里？它破在那个它的耳朵，因为它耳朵然后再有手把这样子嘛，那个耳断掉了。但是耳其实是整只壶承载力量是最重的地方，所以我那边要做很多的功夫在结构里面，我要做比如说里面有装暗榫，然后再加钉子，用金属去把它给扣住。对，那其实我真的蛮高兴是已经快完成了。结果到最后一支钉子之后，一打下去，那个耳本来是断3节，结果它变断了4节，我就整个人在工作室里面就崩溃了，对，就大喊到他在马路上面还听得到我的叫声这样子，对，然后最后我就先暂停了，我就先有传那个照片给物主说，你的这一只那个陶壶的耳啊，它本身有一些暗裂的地方，但是因为我想要让它做得更稳固一点，结果反而造成它又另外一个地方有损毁。那他说其实他可以谅解我，因为他知道他的条件本来就没有很好，但是我最后有把它给全部都给修复到好。变成讲也会工作，唔係講佢簡單咧把營養上去一件事情吼，因為有的話器物伊本身使用條件無共樣，比如講頭先講嘅茶壺，因為伊個兩個泥巴嘅其實如果設立最大嘅地方嘛，因為等裝好水以後，伊個設立嘅地方都提嘅，嗰時幾個地方唔單止停鹽上去，因為鹽上去以後可能伊裝水裝好嘅。掉去一路落下來嘅，嗰時等於講你把一體裝過狠一些，但是冇想到都底3團變4團的啦。嗰時像這樣子在工作上面，在執行的時候，其實都要去跟你的物主先去溝通，說，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尤其你剛剛說那個胞胎的那個瓷器哦，它本身，那你當初為什麼不乾脆直接把它粘一粘就好了，不是好了嗎？你要用釘上去，因為我是想過光用釘的那個。
那个危险度就很高。你用漆把它粘上去都可以了，不是吗？这里也可以顺便补充一下，天然漆跟金属的物件有一些地方的作用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用在这里。像主持人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用直接用天然去做粘着修补就好了？其实橘钉它有它的作用性是，它的牢固性很强，因为它是用金属去把断片跟断片的地方给扣住。那天然漆它只是我们用想的就是你就是拿浆糊把它给粘着，虽然它有防水，但是如果你在承载力很重的器皿上面，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种大铁壶，还是说有一些其实都已经断片很严重的地方，我就都会用橘钉的方式来跟它们扣住。金属它的作用跟漆上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选择性的不同的地方，对。或者等于如果你爱看也要情形，然后也发的情形，去给听讲，伊爱用乜东西，听嘢话，伊害怕用来做乜东西，然后给听用无同样的一种修复的方法啦，哈。可像自门你这个可能也要欣赏做安多的工作，你这个还是要做人来哈。你做唔一天属于好嘢嘅技术，刚刚到也其实几神奇呢。就是因为看到那个陈老师他这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太多问题，我觉得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对啊，因为像在不够有耐心的人，还有真的是稳定性不够的人，我觉得真的没办法做。像有时候他会叫我帮忙拿一下东西，因为要贴金箔的时候，有时候要有一些角度的问题，他可能没办法靠着他自己一个人做，他就要叫我帮他拿着。然后我只要一紧张，我就会全身都很痒的人，就会压力很大。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的东西做坏了是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再重来，或者是想别的构想这样。可是别人的东西，然后顾客的东西，他真的可能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我们把它用坏了，就真的会觉得很对不起人家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从事这个工作，我还是好好的做。假如助手是这样子，都把他赶出去了，但是因为是老婆，你怎么忍耐他这样子？可是真的也需要。真的2只手真的不够，有一些角度真的需要一个人拿，然后一个人贴。对，所以我就很怕他叫我要帮忙，因为我就觉得哪里都会痒，然后眼睛痒、耳朵痒，哪里都痒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做染来的部分嘛，做规划，因为其實你看，你像也今日帶來染來作品地方，其實有幾多地方嘛係該要嘅地方啊。吼，咁當初呢，我接觸到染來呢方面，你講唔同講佢講學生人可以講，按這個對染來嘅部分，很容易開始去接觸嘅咯。其實我是很巧，就是我那時候還在讀五專，我就在路上就有一天，我嬸嬸就跑來找我，跟我說，那個有一間就是那邊有新開一間粘土店，我們就去學這樣子。就因為這樣子，我嬸嬸可能學了沒幾個月，她就沒學了。就我就是從那時候一直做到現在，應該也有10幾年有了這樣子。那這當然當中可能你工作了之後會遇到更多不一樣的問題啊，然後你就會有人家介紹老師，你就會又再去上別的地方，所以就會有不同時期不同的作品這樣子。咁即個頭有講到講，其實可能有特別學我哋嘅幼兒嘅教育嘛，吼。咁你認為講細人嘅教染來一件事情對細人嘅好處喺哪啊？第一個就是小朋友其實。我3歲就收了嘛，那小朋友其實他們很多在幼兒發展的書裡面，其實就是手的運動，就是對大小肌肉發展很好，所以我覺得說，在他對大小肌肉也很有幫助，然後你還有他的思考力，就是比如說今天我做這一個東西，然後可能老師做這個顏色，他會跟我說，老師我不想要做這個顏色 ，OK， 你覺得你喜歡什麼顏色，我就讓你自己去變換，那每一個老師的教學方法不同啊，有的人可能會喜歡說跟我的一模一樣，但是其實我對不管是對孩子或者是對就是任何一個來學的那個學生，我都會保有他們的自己的自主權。我覺得他喜歡什麼東西就讓他去做，即便我覺得這樣做沒有比較好，我還是會讓他去嘗試。因為我哋更加嘅政府佢希望我哋人強人可以歸來。我哋嘅故鄉地方去發展這個事業，人歸來研究有一陣嘅時間咧，
即个嗰種講，即個我建議講，今個有人我舉來我哋南部嘅話，好譬如屏東嘅話，唔再建議講，我舉來以前有乜個準備冇？要想清楚，真的要想很清楚你要做什么，而不是准备了资金之后，然后大家来一起开个咖啡店，因为现在最喜欢开的咖啡店还是摇摇店这样子，就是我们要有技术，那技术之外，我要怎么去让工作室可以运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思考，已经思考好，然后资金也已经都准备好，我们才有办法来做这一块工作室这样子。如果资金我表唔即個可以先透過前一站嘅冇成年嘅的啦，但是唔即個學物嘅做物嘅一種東西，一定要先學哦。咁唔咯，對任來嘅工作來講嘅話，你係有樣嘅想法冇？我禮拜六現在目前就是很固定的上課時間，那未來的計劃呢，我就是希望說，我們能夠再更積極一點，因為我現在雖然有接學校的案子，但是沒有接那麼多。像那個屏東有那個五溝水的一個學校，它是課委會補助的一個學校。那我們每一個學期的夏令營，對暑假的部分都會有1個禮拜的時間，那個學校都會邀請我們去上課。那我們基本上就是幫他們設計，就是一些就是客家的一些情景啊，或者是不管他們的有關帶客家文化的一些作品過去給孩子做這樣子，那就是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機會能夠再到學校去，那就可能要更積極的去推銷自己這樣子。嗰時其實年輕人過來故鄉工作嘅話，其實這個準備好以外，同時嘛愛佢特別同我哋在地文化做一啲結合。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安東人這個故事。多謝主持人啊，多謝大家，謝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啲現場來源通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嚟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軒，今日先上來教大家係彈力帶健康操。我想準備一個彈力帶哦。好，我哋彈力帶呢有分哦，有分抱嘅、臀、個盤呢。抱嘅較個強，好像老人家還是開始練呢，剛開始練呢，我哋用抱嘅啊。個盤呢都較個重，吼，阻力較個大，所以你自己可以去選擇性。你感覺講你的身體肌肉還不錯的，你就可以去選擇比較厚的，好較盤呢。準備好誒吼，來暖身，來腳天空來交換腳天。來訓練你嘅腳帶哦。好，加上你嘅彈力帶，去捲起來哦。手，慢慢地做。一個扭轉的動作，手要打側哦。好，慢慢的坐下來，準備嚟等呢，好坐喺碰凳上，兩隻腳軟好，注意你嘅手哦，一定要踏好來哦。行下腳要打開，
大概再合放来。左片做20下，2、3、4、5、6、7，加油哦！8、9、10，再试下1、2、3、4、5、6、7、8、9、10，左片做下，按下来往右脚，停顿欣赏，慢慢的做哦。好，先扔下来，扔下来哦，数检查一下，莫变下嘢哦。1、最面5下，4、3、2、1，好，过来，我刚刚讲的数，好，个软，含个大腿肌肉，嘛会训练到，好，更加右脚扔好，好来拔萝卜。3，然后动作很多拔萝卜。可以训练你的手的肌耐力咯。好，做下左片来往右片，好，记得你的手拿好来哦。好，更加同的两只手，慢慢的卷一卷，往上去做一个唇绳，侧身，侧弯腰，手要打侧咯。再摆，放下来，中条再摆哦，打开来，
拍风来。也通常呢，也弹力带好处路是，你坐凳就可以训练自家，就可以运动诶。大人小人就是可以做的运动哦。弯片。好，一只脚，然后拔萝卜。那看自家能力哈，如果唔可以，唔绑喺地下，都是也偏好诶。可以放低手面绑，可以训练你股二头肌，还有诶肌耐力咯。左片左下来左右脚，我感觉讲。红的树叶片不够软，来做一个伸展的动作。好，树把重滴下面，好压一压，让它缓和一下。腿也给用呢，也肌肉在做延长。再换一个动作，来树臂做一个延展。左手做下来弯右手，我来弯一个动作，从个手臂来帮助，慢慢的放下来，来加松下来呢，弹力带往上延展。继续的吐气、吸气，侧弯腰，弯片。往上延展，再抖一些。今日動作記得了冇？我明日同人同下做運動哦，好好運動，俺能下次能來了。